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5月21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进老师啊。今天这个胡适又延续昨天的涨势，但是对金融消费者来说这个心情可以说是完全相反的。昨天虽然也涨，今天也是涨，但是今天金融消费者是实实在在的在消费主打一个昨天赚点钱这个口袋还没捂热，今天连本带利还回去。市场全天冲高回落，三大指数小幅上涨。截至收盘，沪指涨 0.21%， 深成指涨 0.44%， 创业板指数涨 0.83%。但是个股是跌多涨少，全市场3500只个股下跌，1000多只股票上涨，跟昨天正好反过来。昨天是3500只股票上涨，1700多只下跌，那今天正好掉个个所以说指数都是涨的所以这个对金融消费者来说非常迷幻呢。金融消费者想赚点钱相当不容易胡适这个走势让这个很多媒体现在也摸不着头脑，没有了方向。你说它要涨吧，好像也没那个动力你说它跌吧，它也跌不下去成交量继续萎缩，比昨天少了30多亿，现在是11700亿，两市沪深两市呈现一个缩量的状态，这是量价明显是背离。所以说你看感觉它很危险，但是它又不跌，你说它涨吧，它又不涨。所以这个有媒体你比如金融界他说A 股羞答答上涨，这叫什么话 ？A 股羞答答的上涨。他说现在缺乏可供投资者信赖的新鲜消息，说中国市场今日上涨，但涨势克制，像个小姑娘一样羞答答上涨，涨幅与消息面并不匹配，体现了当下观望氛围浓厚。媒体也不容易遣词造句也是搜肠刮肚胡适像个小姑娘一样羞答答上涨，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羞答答的胡适静悄悄的涨，就这意思这胡适这个走势其实大家都知道，你看指数它已经失真了今天为什么3500只股票下跌，指数还是涨的呢？那显然就是银行股在涨大金融这些股票在涨。银行股为什么涨呢？这个也好理解这个现在LPR 下调，但是我们发现银行的这个贷款利率没有变化，就是它的按揭贷款没有动，但是它存款利率对吧？这个六大行闪电般的下调了，其他的小银行早就调过了，这次六大行调的比较晚也就是1年期的这都已经到了1%以下，也就是1万块钱你存1年也就几十块钱，存5年也只有160块钱，这大行170大概这个水平。这个怎么说呢？我个人认为它是不得已而为之，反映出第一个，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银行它的利润是吧，大家都能看到这岌岌可危，因为它的利润跟这个净息差密切相关。这么下去的话，那银行的净息差越来越小，银行盈利能力它那个报表已经没法看了。那明年公布2025年年报怎么办？对吧？银行这么多负面因素这么多利空消息，对吧？那么多坏账，银行如果业绩不好，银行股还能维持高位吗？那这个胡适怎么办？所以我认为这一次那就纯粹是给银行股输血。你看六大国有行存款利息立马下调的可不是10个基点对吧？那下调的都是20个30个存款贷款它基本上没变，这个净息差扩大了，银行这个业绩也松口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那银行股它的利润保住了，它明年还继续高分红，那就让很多人他就会算账我把钱存在工行，我每年利息1万块钱存工行，或者1年只有几十块钱收入，我买1万块钱的工行股呢，对吧？分红是不是就不止几十比我存银行还合算？然后银行股要涨了呢，我对吧？不仅分红有了，而且我持有的银行股还涨了，这样的话是不是某种形式上就是暗示对吧？大家不要存银行了，你去买银行股吧如果现在银行股是谁在里面？国家队都扎堆在里面，公募基金。等到散户把这个道理想明白了，纷纷进驻银行股。如果你想不明白，年底再给你降一次，或者明年再降一次，总之要把你钱从那个银行里赶出去。这样的话，只要这个散户只要大家把钱从银行里取出来放到股市，正好对吧？这样的人一多相当于去接盘国家队公募基金要套现这是一个所以你看某种程度上银行降存款利息是要刺激对吧？
这些银行的存款搬家搬到股市去。第三个，我认为啊，你现在3年期、5年期的存款利息已经这么低了啊，你再往下降，实际上刺激力度不大，也就是那个货币政策这空间还是它的效果都要打个问号，往下没什么空间了。很多死硬分子啊，你这边利息调到0，他也不搬家。也就是说，往后啊，货币政策这一块你没有什么太多的好办法了。所以我一直说啊，对韭菜来说，越是这个时候，越坚决把钱存银行。我们不要想着那点利息，不要想着那点收益，存银行是为了保本金。现在有很多人对吧，建议啊，赶紧把钱拿出来理财，赶紧去买黄金，买这个买那个。随着银行利息下降啊，存款利息下降，不仅虎市啊对这个银行的存款虎视眈眈，对这些韭菜的存款呢垂涎欲滴啊。你看吧，各种民间的这种金融局中局啊会越来越多，还有一些高大上的这个局中局杀猪盘。为什么呢？因为银行存款利息太低了，大家信心有所动摇。这个时候各种啊七大姑八大姨或者亲戚介绍的啊各种理财，对吧？收益8%，很多人就心动了。各种炒币，各种炒链啊，会层出不穷啊。所以越是这个时候，越是韭菜啊稳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把你的那个血汗钱，把你对吧，从那个牙花子里面勒紧裤腰带省下来的钱呢，要保住，不能把本金整丢了。咬定青山不放松啊，就坚决放银行里存着。现在整个市场啊，都是等待别人去买单，你把钱从银行拿出来，就是在买单。我们再看看这海外机构啊，又是怎么样看待这个虎市啊？新浪财经报道啊，这个是中国证券报啊，说啊，预期改善，外资机构唱多中国资产。5月以来，高盛已2次上调中国股指目标点位，瑞银发表中国股票策略观点，预判全球资金或呈现持续净流入态势。野村证券将中国股票评级大幅上调至战术性超配。近段时间，外资机构竞相唱多中国资产。外资机构认为，当前是布局中国资产的较好窗口期，中国经济增长预期改善 ，A 股公司盈利有望逐季回升，估值颇具吸引力。未来随着一系列稳市场、稳预期举措持续落地，中国资本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有望进一步增强。外资机构啊，继续啊扯着脖子唱多啊，继续看好啊。这个摩根士丹利上调中国股市指数目标，因结构持续改善以及关税和盈利方面最新积极进展，对民盛中国指数、恒生指数、恒生中国企业指数和沪深300指数2026年6月基准情景指数目标分别是78点、24500点、8900点和4000点。也就是他认为啊，到明年这个时候啊，沪深300指数要4000点，这是摩根士丹利啊。而这个高盛呢，那就更加露骨啊。新浪证券报道啊，说这个根据高盛集团策略师的分析，说华尔街聪明钱压住逆转，狂买中国科技股。说对冲基金在今年第一季度减持了所谓的美国的7巨头科技股，同时增加了对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也就是中概股的投资。说华尔街聪明钱压住中国科技股。高盛策略师在5月20日的一份报告中写道，尽管贸易紧张局势加剧，基金仍增加了中概股的投资。报告指出，对冲基金持有最受欢迎的中概股包括阿里巴巴、拼多多和百度。这一下就露馅了哈！你要不说买哪只股票，我还真信。你说这个华尔街最聪明的资金买了百度，这不是眼瞎吗？不是，你看好中概股没毛病啊，你买百度，百度是江河日下呀。百度在那个地图导航里面嵌入广告，它只会干这个。所以说啊，这个要是吹的话，也得找一些靠点谱的，吹的像那么回事，对吧？你这样尬吹啊，容易让人看出，对吧？这高盛好像有点言不由衷啊，低级红高级黑啊。你拼多多是科技股吗？不是，你说阿里算科技股，我们也忍了啊。你说阿里毕竟还有什么搞什么算力，对吧？搞什么阿里云，我们就算它是科技股吧。那拼多多是哪门子科技股呢？也就是说高盛它这个研报是认真的吗？还是每天必须要拿一篇出来？然后他说啊，下面煞有介事的说啊，说这一转变凸显了中国科技股日益增长的吸引力。我不太清楚这个拼多多是算科技股，算哪方面的科技股呢？随着中国在开发新技术方面的影响力日益增强，这些股票对外资投资者而言变得更具魅力。拼多多的股价它走得越好，越说明咱们的消费降级啊。
越说明咱们经济好像不太好啊。所以说这个高盛啊，得小心点。高盛这是明着是掺多啊，实际上实则是在黑中国经济啊。中国科技公司还拥有额外的吸引力，因为他们的估值较低。阿里巴巴的远期市盈率约为13倍，而拼多多的市盈率则低于10倍啊。外媒汇编的数据显示，在7巨头科技股中，只有谷歌母公司市盈率低于20倍。他把拼多多跟那个美国的科技七巨头啊，谷歌、英伟达、苹果、特斯拉相提并论，你这不是高级黑吗？这有关部门也不管一管呢？哎，有关部门估计是看标题，一看它是掺多的那就行。它这表面上是掺多，实际上是掺空啊，有这么掺多的吗？咱们看看国内专家啊，这就是新浪证券报道啊，国内有个专家呀，叫张义东，哎，他说啊，下半年 A 股市场指数稳，结构牛，不太好理解啊。他的意思是下半年这个咱们指数是稳的，3400、3300或者3500就这么稳在这儿，指数是稳的，但是结构是牛，就结构牛市，应该这么理解，就是有的股票恐怕还走牛市。那简单点理解就是说，在银行股、金融股的掩护之下，某些板块要走牛市，叫结构牛。他这种说法啊，叫万金油说法，你也不能说他说错了，就是再凶的、再差的股市，它也有某些板块或者某些股票，它一直走牛市。再说那个指数啊，目前来看，如果没有大的利空，它往下跌似乎也挺难，因为靠银行股还能顶呢，对吧？银行股的这回净息差现在又变大了，银行股的利润又来了，所以银行股还能顶，你敢跌它就敢拉，对吧？总之指数给你稳在这儿。我们再看看这个沪市啊，奇葩呀！根据这个江苏卫视报道啊，有一家上市公司啊，叫证券书甲陈述，163名股民获赔1827万，也就是这个上市公司做假账导致股民受损失，股民就把这家上市公司给告了。现在法院判决啊，上市公司要给人家赔1827万，说此前某上市公司发布公告称，因没有如实披露关联交易等重要信息，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消息一出，该公司股价在3个交易日内股价持续下跌，随后因此受损的163名股民向法院提起索赔。法院审理认为，该公司的公告发出后，公司的股价下跌了 9.93%， 而同期的大盘行业指数仅下跌 0. 几。可以看出，该公司股价下跌是投资者对披露的信息正常市场反应。因此啊，法院认为该上市公司虚假陈述具有重大性，且与163名股民的损失具有因果关系。因此，南京中院一审判决该公司赔偿163名股民共计1827万多元。然后这个上市公司不服，还上诉，江苏省高院呢2审维持了原判。大家看视频啊。2019年1月10号，某上市公司发布公告称，因没有如实披露关联交易等重要信息，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消息一出，该公司股价应声而落，在3个交易日内股价持续下跌。随后，因此受损的163名股民向法院提起索赔之诉。投资者要求上市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有一个前提是上市公司它的虚假陈述的内容具有重大性。可以看出，它的虚假陈述被揭露的时候，也就是它公告收到证监会立案调查通知书的时候，公司的股价下跌了 9.93%， 而同期它的大盘行业指数仅下跌了 0. 几。那么就可以看出来，这家上市公司股价的下跌并不是仅仅受到整个大盘或者说市场风险的影响，而是广大的投资者对这样一个信息被披露之后一个正常的市场反应。也可以证明上市公司这样一个虚假陈述行为在揭露之后量价变化非常明显，它的内容具有重大性。因该上市公司虚假陈述具有重大性，且与163名股民的损失具有因果关系，南京中院一审判决该公司赔偿163名股民共计1827万多元。2024年12月30号，江苏高院2审维持了一审判决。法院同时提醒，有的投资损失无法得到法律的支持。如果上市公司不存在这些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情形，投资损失仅仅是因市场上正常的系统风险或者非系统性风险导致的话，那么它的投资损失要求上市公司予以赔偿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我们就是提醒投资者理性做出投资决定。这里面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啊？这我个人理解啊，首先一个就是
这个上市公司这个虚假陈述啊，它公告一发，然后股价就跌了10%，跌停，大概这意思啊。它一跌停，受损失的不可能只有163名股民，当天跌停，当天都受损失，那为什么只赔这163名股民啊1827万呢？我就在想啊，也就是说其他的股民他没有参与诉讼，他认了，他不在乎，割肉就割了。这163名呢，人家不信邪，觉得自己冤，人家对吧？集体诉讼，一起找律师，然后告了这家上市公司。你看1审2审赢了啊，也就是说啊，同样一件事情，它这个上市公司当天跌停，那至少多少万股民啊？一个上市公司一般的就是小型的上市公司，那它也有这个几万股民还是有的，那不都受损失吗？只有少数人啊，真的会维护自己的权益，会拿起法律的武器啊。这个从侧面也说明啊，咱们的胡适这些参与者都是心智不成熟啊，都是些赌徒，稀里糊涂的，自己对吧？遭受了不明不白的损失，也不知道怎么去维护权益，就知道追涨杀跌。这是第一个啊，我认为你看这有163个股民，人家站出来告上市公司。第二个啊，这家上市公司它到底为什么事呢？被证监会立案调查，它就是关联交易。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关联交易啊？上市公司跟大股东下面的公司或者跟大股东集团产生业务联系啊，这种有的时候是一种必然，就是它没办法绕过去，那不就跟大股东产生了关联交易吗？这个东西是既然是必然的吧，有的时候业务它是需要，但是啊，上市公司它有规范，也就是你要跟大股东做生意有往来，你必须要走程序，对吧？也就搞一个议案，在股东大会上要通过。上市公司啊，股东他这个比如说关联交易啊，关联交易好像应该是大股东要回避，因为关联交易啊，你是跟大股东之间做生意啊，所以为了防止向大股东利益输送啊，所以你大股东要回避，就是没有投票权，你不投票，剩下的都是一些小股东啊，来参会的小股东来投票，大股东没有投票权，那小股东他就审议啊，那我把上市公司跟你大股东做生意，是不是有利益输送啊？是不是有人猫腻啊？我反对，所以你看小股东他就反对，一反对这个很多这个关联交易他就过不去，除非是这个关联交易啊，摆明了是上市公司占便宜，或者上市公司不得不关联交易啊，也就是大股东要回避。你看啊，这个上海证券报他今天就报道了，说中小股东大声说不，近期啊一批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案否决。上市公司的这个刚才说到，就股东大会各种议案嘛，遭到小股东否决，引发市场关注。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至少已有18家公司的67项议案在股东大会上被否决，主要涉及关联交易、大股东承诺延期等议题。为何否决频出？中小股东的积极行权成为关键因素，尤其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中，其投票结果往往直接决定议案成败。对此，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这一现象既是资本市场法治化、透明化的体现，也是中小股东权利意识觉醒的结果。他进一步建议，上市公司需通过完善治理结构、强化沟通机制、保障公平性、构建和谐股东关系，而中小股东也应提升专业能力、理性行权，以此共同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A 股的中小股东凭借分类表决、关联方回避等制度工具，正从沉默的大多数转向决定性票仓，倒逼上市公司在交易定价、信息披露和治理结构上给出更具说服力的方案。一位资深投行人士向记者总结，这个资深投行人士啊，我看这水平跟我也差不多啊。实际上啊，就是为什么这个一大批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案遭否决，实际上遭否决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这些议案涉及到大股东，那大股东叫回避。我告诉你，只要大股东回避，这议案本身大部分就会被否决，尤其是关联交易，这个实际上是一种制度性安排，就是大股东这一回避啊，小股东是参会的小股东，比如说今天就来一个小股东，那就他一个人说了算，他投个反对票，你这个议案就过不去。不是说剩下的所有的中小投资者啊，对吧？把大股东去掉，剩下的所有的中小投资者，做分母，不是这意思，而是以参会的，对吧？今天巧了，就我一个人去投票了，其他人都不投票，其他人都是在那儿，很多人不投票啊，那我投个反对票，他这就过不去；我投个赞成票，他就过去了。他是以参会的这个投资者，如果100个人，这个人指的每个人有多少票啊？就是你有100股，那就是代表100票；你要是10万股，你就代表10万票。然后他算这个支持率、赞成率，投票赞成的占50%就通过了。有的时候
要占2/3通过，就是参会的。所以说啊，只要大股东一回避，这个很多跟关联交易就得被否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时候啊，大股东一回避，这个独立董事他就要起作用了，因为独立董事对这种议案要发表意见的。因为独立董事代表这个中小投资者啊，他虽然是大股东选的啊，是大股东推荐的，但这个人形式啊，你得为中小股东考虑啊，所以他对这个关联交易啊，他就得发表意见，这就考验这个独立董事了。你独立董事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吧？你指着中小股东他们懂，他怎么可能懂呢？他们也看不懂业务，所以这些独立董事压力就大了。有的时候啊，这个议案明显对上市公司不利，你独立董事如果发表一个模棱两可的或者支持的意见，那交易所有的时候会发函了问你啊。当然了，议案啊，只要大股东不回避的，基本上大股东一票就行了，因为他票多啊，他只要投赞成票就过了。最后我们再看看这个胡锡进老师啊，胡锡进老师这2天为了这个一个明星啊，叫黄洋甜甜那个耳环的事啊，也是操碎了心啊。最近这个大家所关注的董小姐黄洋甜甜为什么这么引起大家这个热议呢？是因为大家感受到这个特权阶层，对吧？涉及到这个不公平。胡锡进老师今天又发表逆天言论啊，他认为中国现在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中国的社会公平的确存在问题。你这么一说，感觉胡锡进老师又正常了，他承认啊，中国社会公平存在问题。但是问题是他又话锋一转呢，他说应当说这也是整个人类社会的顽疾。你什么意思啊？那也就是说美西方啊，他们都是不公平，人类社会的顽疾吗？所以不是我们这独有的，所以说啊，没什么好说的。你看这些坏就坏在这儿。然后他举例子啊，他说反过来说，他说中国是向社会公平正义建设投入力量最多的，也是最有效的国家之一。这反而这唱上赞歌了。他说中国什么都考试，就什么都考试，连公务员、事业编也考得非常严格，全世界绝无仅有。这当中首要目的就是公平。你看看他前面一句话啊，说中国社会公平的确存在问题，你感觉他很正常，他后面全是表扬，然后说全世界都差不多啊，然后我们在公平这块投入力量是最多的，相对来说我们还公平呢。为什么呢？我们所有的选拔都是考试，公务员要考试，事业编也考得非常严格。你说胡锡进老师他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我们这个董小姐她就是层层考试才拿到协和医学院的博士啊，我们质疑的就是这种考试，你表面是考试，实际上你是不公平啊。黄洋甜甜他爸是考的公务员，为什么后面不能查一查，他就能对吧，在深圳混了10来年之后再跑去参加公务员考试呢？完了之后对吧，干个几年他又跳出来，寒门学子有这个水平吗？有这个资源吗？大家就是说的这种貌似公平的考试实际上不公平。胡锡进还说你看我们什么都考试，所以公平。你看啊，然后他坏又坏在拿美国举例子了，开始黑白颠倒啊。他说在美国富人子女上好大学是有很多门道的，几乎都能做到，但中国不行，一流大学必须考进去。我觉得他这个就是叫混淆视线了。美国精英教育啊，美国确实你家里有钱是吧，你是富豪，你孩子肯定上好学校，从小就上藤校嘛，是这意思吧？但是美国的那些名校人家是宽进严出啊，你不管你是怎么进去的，人家出来是要达标对吧？不能像董小姐这样的，那论文全靠造假对吧？入学造假，论文造假，什么都造假，连实习都造假，规培也造假。你把这个跟美国那个精英教育的那混为一谈，所以这个胡锡进真的啊，雕盘心切啊。胡锡进后面他又说啊，如果因为董小姐黄洋甜甜的事情就认为中国的公平被毁掉了，社会阶层流动被堵住了，我觉得过于夸张了。这样的事还少吗？对吧？连政府都已经发现了，政府现在好像是发文吧，要求那个央企啊，还有什么事业单位是不是直系亲属3代以内的不准报考同一个这个什么企业还有什么单位。我们仔细看啊，这2天好像有这个规定，就是为什么出这样的规定，就是政府他也觉得这样不好了，对吧？有的国企啊都已经盘根错节，都是子弟央企，银行2代3代4代5代，烟草是几代啊，石油是几代啊？胡锡进老师他看不见，叫选择性失明。胡锡进说啊，我认为中国公平正义的大框架已经建立了起来，而且卓有成效，但确实仍有不公平行为在一个个小格子里循环，他们的空间受到限制，但仍然活跃。这是中国人情社会千百年来固有的现象遗传，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社会的通病。就是胡锡进老师的这个语境里面啊，他的这个诡辩呢，就是坏处呢就大家都有，我们有，那美国更严重啊。好处就是优点呢就是我们是独有的啊，我们是通过努力解决了，他就这种逻辑啊。一说
不好，那就全人类都一样啊，都是这么不好。一说这个有点成绩吧，那就是我们是独有的，我们是下了功夫的。我只能说，胡金老师退休以后啊，这雕盘水平啊，好像也在下降，确实年纪大了，精力不济，对吧？又要搞人体摄影，又要炒股，对吧？又要出席各种活动，完了这个广场舞也得跳，所以这个精力不济啊，这雕盘的水平啊，我感觉直线下降。再这么下去要扣他的退休金了，对吧？再这么下去，那个老干部处啊，要把他叫他回去给他上课，对吧？这样可不行啊，有点自我放纵啊，也有点放飞自我啊。不要以为退休了就可以放飞自我啊，你越是退休越要严格要求自己，要精益求精呐，雕盘要雕得越来越准呐，对吧？你别搞得跟高盛一样的，高盛那明显是高级黑啊，把拼多多的叫科技股了，那你说对吧？这算得上是宣传事故啊，所以胡锡进老师要引以为戒。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